后来，这个8点档有一出新戏出，特别找到电视的鬼才王伟忠来制作，主要是咧讲20岁到50岁4代无同年龄的女性为生存努力打拼的故事。我是林淑芬，现在很多人过着斜杠人生，好累哦。这四只狗真的不是盖的。我想，应该很少人比我的斜杠还要斜。有政府留落来债务，为着生活，为着查某囝，为着工课，啥物拢爱做。小巴张允熙，你上新的喜剧《姊妹啊对吧》，这出戏内底做一个单亲妈妈。因为她是一个妈妈，因为妈妈的那种妈妈的那种各种困难，不管是身心灵状态，她是各种紧绷。我很喜欢里面一句台词，叫做如果我可以选择的话，我一点都不想要坚强。伊的人生坎坎坷坷，拄着困难，嘛是要家己坚强起来。好佳在有一定好姊妹啊，陪伊笑，搁陪伊哭。老天爷哈，让我认识你们，我真的觉得我人生变得不一样了。伫这出戏当中，毋那是讲单亲妈妈的社会议题，小巴还有演男主角的夏坤达，毛做者足好笑的对手戏，互观众足期待。